从火车站，然后就是转乘的时候会骑 U-Bike 上下班这样子。因为它同一个账号可以每个县市有 U-Bike 的都可以用，还可以绑很多卡，然后你就是都可以在各个县市借。而且现在有 T-Pass， 就是前30分钟还免费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它在同一个县市里面，其实站点都特别的多，所以你去到哪里，其实基本上就骑 U-Bike 其实都可以到这样。平常就是中午的时候会出去吃饭，那有些距离走路会觉得太累，通常都会选择 U-Bike 骑去四处吃小吃。然后重点是吃完的话，还有它骑回来又可以饭后运动，比较方便是可以不用带现金，直接刷卡或是绑定账号就可以使用。然后呢，其实台南的站点非常的多，所以要到哪边吃饭，我都觉得是非常方便。从12年前我们开始推出 U-Bike 到现在，其实台湾陆陆续续这么多的县市导入 U-Bike 之后，在台南市的 U-Bike 启动的时候，其实台湾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使用过 U-Bike， 然后也知道怎么用它，所以台南的启用其实是非常的顺利，只要一注册，全台走透透。所以呢，台南在启用这个 U-Bike 之后，我们观察到的是，所有的观光客都很自然、很习惯，然后骑上了 U-Bike 之后呢，就可以去他本来开车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呢，也连带的带动了一些在巷弄里面的这个店家。这么快速的可以达成这么多的使用量，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们布点的速度很快，那站点加密之后可以方便使用。第二个是不管是台南市的市区或者是新营的市区，因为它这个城市范围规模不大，所以很适合来用公共自行车来做使用。那我想，如果整个建制完成之后，我们整体的规模会来到625站。然后这个车辆数会有6200辆，对于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推广跟增加的使用，一定会更加的便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近年来，台湾积极推广低碳旅游，自行车成为细腻赏玩台湾的最佳载具。而台南拥有丰富的地景、人文景观，非常适合透过自行车来进行深度探索。我们台南市公共自行车在8月已经完成第4阶段的设置目标500站以上了，也成功突破500万骑乘人次。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增设公共自行车站点，希望让更多的旅客体验自行车漫游台南的独特风味。大家好，我是杨秀怀，欢迎收看10月7日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知名物件品牌以动物宾馆为主题，要用回收的物件创造出一座动物友好的园。巡回第2站来到台南，现场除了有大型翁仔，另外还有文创商品的义卖，收礼将捐予动物团体。知名物件品牌长期推动关心动物的保护。爱地球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今年以动物宾馆为主题，用回收的物件创造出一座动物友好的乐园。配合下午首次刷到台南来展出，由历届品牌总经理邱明奇邀请到市长和民意代表共同参与。这次其实是那个永续的活动的第3次了。那每一次举办，其实每一年都会跟消费者去收集他们回收不用的眼镜，然后把这些眼镜做成各种的艺术装置物。第一个是表达永续环保的概念，那第二个就是现场大家有看到很多动物，对，那我们基本上强调是动物平权的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只的动物，以及就是用动物做这个设计去做很多商品的义卖，然后这些公益的义卖品呢，都会捐给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去宣导动物平权。身为一个企业，尤其是外商嘛，那当然要对台湾社会有贡献。那第一个想到，当然企业能做的第一个就是永续嘛，所以回收眼镜，然后再来，其实在台湾会发现说，我们的动物的只数，就是猫狗的只数已经超越15岁以下小孩的人数了，也就代表其实他们的被重视度是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其实也才会想说，那可能对台湾人来讲，动物平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开始从第2年开始就以动物平权为主题，一直做到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些废弃的镜架要到哪去？谢谢 Jeans 能够经过大家的一起努力，废镜要收集起来。
然后能够做出一些非常好看的这个这个文创产品。那我相信也期待大家一定要去买，买了一举恩得啊。第一个是它的产品具有许多创意，第二个它的产品解决了很多废弃引进的问题，第三个收益还会捐助给这个生态保育跟我们的动物保护。因为台南市伫10年前就成立专职的动物管制队，甲品牌动物友好乐园推动的动物宾馆的理念相当的结合。现场嘛邀请专业的驯养师表演，伫个驯养师的指导下，市长黄伟泰加入品牌总经理，嘛第一次甲老鹰展开亲密的互动。这座动物友好的乐园，除了用25000支回收的物件创作一面的涂鸦墙，另外现场还有大型的保育类动物公仔，以及快闪易卖店，阁是个文创商品。活动对今日起一直等到10月27日。立议的所得，嘛将关乎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响应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关怀新住民，立委陈廷辉嘛正式成立新住民咨询站，邀请民进党新住民事务部主任罗美玲、甲市党部执行长古武哈少，以及一位东南亚新住民共同揭牌，场面相当热烈。立法委员陈廷辉安南区的服务处7号下午来了20-30位的新住民，包括民进党中央新住民事务部主任罗美薇立委、民进党市党部座位的执评委，甲执行长古武哈少，嘛拢到场，甲所有的新住民来开讲，分别用东南亚各国的语言欢迎新住民咨询站的揭牌启用。揭牌，我们陈廷辉委员，我们的新住民咨询站正式成立。Selamat datang， Indie Donda。那可能在生活适应上有一些问题，或在对台湾的法律不是很了解。好，那随时都可以到服务处来请教廷飞的团队，或者是跟中央党部这边新住民部来做这个联系哦。那我们的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视新住民朋友，他在去年当上主席之后，马上成立了这个新住民部。那当然很荣幸，他就邀请了我当了第1届的这个新住民部的这个主任。那晶晶也是我们新住民部的这个咨询委员，所以常常会把台南一些新住民的声音呢带到中央去啊，作为我们立法修法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根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揭牌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点，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把我们的服务处感受到都是大概凹掏处。那我们其实过去一直都扮演这个角色，从法律的部分，从我们在家庭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刚来到台湾或是刚来到台南，说真的，有时候有一些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比较不一样。那生活方式不一样，有时候嫁到这里，跟公婆之间的相处等等，那我们就是很好的这个垃圾桶。让大家可以这个跟我们细说一下你的委屈。可是我觉得我们新住民朋友都很棒。原本预定顶礼拜就要成立的立委陈廷辉新住民咨询站，因为当地风台的关系，一直延到7号下午。立委服务处嘛特别准备了地点甲嘉宾，和各位来自东南亚无同国家的新住民来分享，希望新住民会用将服务处当作是家己的后头厝，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拢会用到咨询站寻求帮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55岁王太太，因为压力大过困无好，长期靠着安眠药仔，后来因为腹肚胀，甚至会痛，到安南病院就医。经过一系列评估甲自律神经检测，发现是忧郁症复发。后来经过药物调整甲正如微电疗刺激治疗，才得到改善。忧郁症是毋是会造成剧烈的腹肚痛？台南市一名55岁患者，因为高超环失眠，长期必须要靠着安眠药仔，
甚至食到3级的管制药，才会用个困下去。一直到后来，常常出现腹肚胀胀，甚至剧烈的腹肚痛，才到大病院来检查。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加检测，发现是高几率的忧郁症复发，合并安眠药的依赖。这是一个年纪大的长辈的一个状况，他最近应该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并且合并一些身体抱怨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只是说这个状况这个个案比较极端哦，它是以强烈的一个腹痛、持续的一个腹痛来做表现，而且一些检查并没有办法检查出他的一些肚子的一些实质上面的问题。然后但是他有合并蛮多的一些情绪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合理的推估他其实是有得到一个重度的忧郁症。后来经过药物的调整，虽然有减少安眠药的剂量，加解除3级管制药物，但为了避免药物调整以后造成焦虑症状复发，或者是其他的副作用，医师嘛建议患者透过经颅微电流的刺激治疗，搭配简化药物辅助，才渐渐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个个案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本身的压力比较大，他就习惯的使用那个药物来帮助减少他的一个焦虑，然后减少他的一个失眠的情况。那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一个安眠药物的一个成瘾。那所以我们其实有跟他做一个蛮细部的一个讨论，做了一些很精密的一个检查，跟他说他其实是有忧郁的一个症状，而不仅仅是只有失眠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因为跟他这样的状况做进一步的讨论，然后并且合并一些心理的一些治疗一个调整，逐步的降低他的一个用药。当然那个机器 CES 对于那个失眠的状况也很有效，所以我们给他使用之后，他的药物也可以越减越多这样子。医师表示，这套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的刺激治疗，原理是使用微安培的电流量，刺激使用者分泌调节安定神经的传导物质，进一步达到放松、减轻压力。不过健保并无来给付。咱病院希望透过这有多面向的治疗和服务，提供患者加一项的选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三平公祭宫雷华菩萨、电华菩萨圣诞，庙方为国历10月初7到初9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尤其在三大烧法可仪当中，更是带领庙内信众献敬素菜花果，相当特别。农历9月初8是雷华、电华两尊菩萨圣诞的日子。三平公祭宫在声明圣诞这段期间，拢会举办一连串祝寿活动。在初4、初5、初6这3天有礼道法会，初7有三大小法的暖寿活动。特别是庙方更会带领信众献敬贡品，虔诚敬拜。9月初8是我们雷华童子跟电华童子的圣诞。所以我们在9月的初7晚上有三团小法暖寿的活动，然后9月初8是平安夜。那我们比较特殊的点就是三团小法，我们有所谓的献敬的动作。那一般传统都是香花茶果，那我们庙从以前的传统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会把善信带过来拜拜的贡品，每一样由十方善信做献敬的动作。也因为公祭宫的主神是三平公祭神师，因此贡品一定是拜素食。林旭成讲，过去就善信唔知影，摕粉的来拜。雷华菩萨佫特别降价，将粉食敬出来。我们的主神是三平广济禅师，他是属于禅宗的高僧出家人，所以我们庙内所有拜拜的贡品都要是素食的，不能是荤食的。所以曾经也有过，就是善信不知道。然后雷华童子降价去把它挑出来，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庙里面就是要素食的贡品。初8是雷华菩萨、电华菩萨圣诞千手日子，庙方欢迎四方的信众同工做伙来到公祭宫拜拜求平安，向雷华、电华两尊菩萨讲一声生日快乐。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
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2019年开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邀请各界贵宾探讨重要的海洋议题。今年来到台南市举行，以海洋净零排放甲蓝碳发展为主题，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修复甲保护蓝碳生态系统，积极面对着气候变迁。来自帛琉、图瓦卢等海洋国家的学生自信表演当地的舞蹈，为现场带来一阵阵热情的海洋气氛。这是行政院海洋委员会与台南市政府共同举办台湾海洋国际论坛，开幕仪式在8日正式展开。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从高雄移师到台南来举办。那特别呢是因应今年是台南400年的一个活动庆典。那我们这次主题其实聚焦在净零排放跟蓝碳。那我们也知道台南有很丰富的红树林生态系，是我们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因为现在很多人类开发造成的气候变迁、海平面上升跟海水酸化，那我们邀请了10国超过20几位的专家，希望可以一起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从蓝碳捕捉，还有各式各样的海岸变迁调节方式，来因应气候变迁，减少对于人类、对于海岸环境的影响。今年会选在台南举办这次的论坛，主要是因为台南作为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也是保护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据点，期望透过分享跟世界的专家学者互相交流学习。200多年来，整个海岸的一个变迁，原本是一望无际的台江内海、岛风内海，现在都已经是陆浮，也因为这样子造就了台南现在是台湾面积最大的一个湿地的一个城市，2个国际级的一个湿地，包括市草的湿地，包括曾文溪河口的湿地，都在台南，还有6个国家级的一个湿地。所以黄伟哲市长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的一个保育工作、海岸线的一个保护，包括最近议题很丰盛的所谓的海洋的碳费等等，其实都变为是台南市在施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次论坛邀请到来自亚洲跟美国等10个国家20多位学者，从学术面跟实际面探讨每一个在政策上、科技上的各项行动。海委会也呼吁社会继续关心海洋议题，透过实际行动为海洋创造永续新机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桃园市龟山区益寿茶行头摆参加2024世界茶叶大赛，为来自7国的286项参赛茶叶当中，摕下3项金上奖的肯定，有白茶、东方美人茶甲绿茶，互世界看到来自台湾桃园的好茶。台湾好茶获世界肯定，桃园市龟山区益寿茶园在日前首度跨海参加2024世界绿茶大赛，秉持着友善环境的理念，运用卓越的制茶技术，3款茶品从186项来自7国的茶叶中脱颖而出，以绿茶绿云获得最高金赏奖，白茶淡泊和东方美人茶佳人荣获金赏奖，成绩十分亮眼。益寿茶园第3代制茶师林宇阳对此也感到十分开心，也希望能借此鼓励同行一起走向国际市场，行销台湾好茶给全世界认识，促进茶产业生生不息发展。绿茶部分是日本，他们绿茶是以世界来讲，他们最有名嘛。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就是说，我们茶拿去可以让他们认进我们的茶，这次也很开心啊。所以说，我们的茶也是能必须走向世界啊。每个地区做的口味、滋味也是不一样，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嘛。所以说，我们台湾的茶也是非常好啊，可以跟世界比美啊。我们这茶产业，我们是希望说，不止在台湾，也不是在亚洲区域，所以说我们可以慢慢走向。欧洲那边哈，他们以前都喝红茶嘛，要把我们的双发酵茶、我们的绿茶
你像我意大利，我已经他们做了6年，还有捷克那边，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绿茶。林宇阳也分享自己坚持按部就班来制茶，因此原始茶叶的好坏是影响风味的重要关键，而唯有良好的环境才能种出好的茶叶，所以他坚持实施有机农法来种茶，才能在最后诞生品质优良的茶叶。而这些坚持不仅让益寿茶园的茶叶早已在全国大小茶叶评鉴比赛中荣获多项殊荣，也获得许多国外客户的青睐，并希望透过这次的国际赛事，弘扬尊重环境友善农法的理念，让更多人意识到一杯好茶的得来不易。我做茶方式是说，不管原料好不好，可是我的制作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不管哪一季节，我的做法一定按部就班哦，赶拼手水做香，这是很说起来很简单，只是说，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你没有好的环境，没有好的土壤，你怎么有好的产品嘛？一样，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环境，我们要好好去珍惜这个环境，才有好的作物嘛。所以说我们都是很友善来对待，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做到有机这一部分，我们是说很友善，是良心茶，好良心食品嘛。你不能说啊，昧着良心在做，你赚到钱也不安心吧。事实上，这次2024世界绿茶大赛57个奖项，台湾茶厂荣获近半数讲座。益寿茶园更是桃园唯一一个参赛茶厂，3款茶品全垒打，还拿下最高殊荣，堪称夺下茶界奥斯卡奖，也让世界看见来自台湾、来自桃园的好茶，证明台湾绿茶的品质的确是世界级。记者刘婷桃园报道。2025双八世壮运将白世界甲全新主视角正式发布，其中主视角以赛会主飘逸、运动无界、人生无限为核心，甲双城、影视、科技、团结、普及5大特色呈现出来，将白世界以浮雕的方式，甲双八代表地景台北101以及野柳女王头融入。请揭幕。在台北市长蒋万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揭幕下，2025双北世壮运赛会奖牌正式亮相。奖牌牌面除了有蝴蝶王国象征外，更把主办城市台北市与新北市的代表地景台北101大楼与野柳女王头以浮雕方式融入其中。特别的是，奖牌织带是由咖啡渣及回收的运动服纤维制成，奖牌盒、托盘及颁奖台也都采用自然材质制造，实现环保永续的目标。奖牌设计的意象，它代表的是我们蝴蝶王国的一个含义。那另外，它的这个样式也代表一个“北”这个字，也是台北、新北，双北共同举办这个世壮运。那另外，展翅高飞，闪耀双翼，当然更象征我们所有参与的每一位选手、每一位民众，他奋力不懈，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光荣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有意涵的设计。特别谈到的永续，我们这一次奖牌的织带就是用咖啡渣，还有我们回收的运动服所来制作，用它的材质代表我们重视永续。那另外奖牌上面有一边有台北101的天际线，另外一边有我们新北这个野柳女王头的海岸线。所以这也象征双北共同努力用心来承办世壮运。主视觉设计则是将赛会5大特色双层、永续、科技、团结、普及，透过几何图形及放射性线条予以视觉化，呈现双北城市多元缤纷与热情样貌。最主要是阐述5项精神，一个是永续、科技、团结、普及、双层。所以双层的意象就是用新北的女王头、台北的101，然后有个辐射性，希望借着热情示意，以及所有都是环保材质来推动永续的一个城市。所以最主要的除了这个意象以外，当然背后的几何图清楚、简单、利落，代表着养成是不断的在崛起跟创新，跟时代来竞争。所以我们期待
明年5月份的世壮运，所有国内外的选手来报名，越来越多越好。我们预估有4万人，120个国家，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努力继续做。世壮运目前报名人数有16851人，其中外国籍选手有3870人。报名日期到明年2月17号为止，年满30岁，无需选拔，也没有年龄限制，就可以报名参赛。欢迎喜好运动的国人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来与世界跳一场。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